4班千二，大熱係2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嘛，內欄位置有得贏，自天后係城中勇士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咁啊有得贏就內欄放咗出嚟跑嘅，響佢外邊呢就列寶勤啊，新力第3位，守住內欄第4就係酷霸王啊，第5位外邊啊飛雲啦，中間有紅愛射啦，內欄輕鬆大笑，外邊就係呢隻嘉應威風啊，尾4電信龍區啊，後邊3匹馬城中勇士幸運旅程啊，急劇墮退嗰隻呢係火金英嚟㗎，好啦轉正彎入直路啦，有得贏就搏走甩㗎啦，中間位置就列寶勤追佢啊，外邊有新力啦、飛雲啦，馬林中間仲有紅愛射啦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先有電信龍區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列寶勤透出咗，中間位置上緊嚟嘅馬呢，就係嗰隻紅愛射，兩個馬中間夾住仲有新力埋邊啊，酷霸王最出城中勇士，接近終點紅愛射贏出呢場賽事，列寶勤跑第2，第3名呢，外邊城中勇士追咗上嚟，入邊係酷霸王啊，結果今場賽事。轉過嚟谷草呢，有啲新鮮感喎。呢隻就紅愛射一落班呢，就贏到馬啦。第2名係列寶勤啊，第3名出邊追上嚟，城中勇士埋邊